亲像我爱你，你也要爱
摇花，你若有看做哦，真水阿妹会会了。恭喜你有下美君，为还定武力。我偏好摇花，我的心情就偏好。你也为我不满。我的心情偏好主，比手见人偏好天光较切。比手见人偏好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就放人摇花。因为你摇花不出来，你有奉献救赎。伊结合救赎以色列。派你一切罪恶。咱凡事上来祈祷。这个天父，仰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主耶稣救赎来改变我的生命，因主耶稣会听，互阮平安行过我阮的行路，有使互阮信心坚定，相信你是我的阿爸上帝。你听我的天父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互我勇敢你的面前，离开你美好之地。我的心情，就是我现在所遇到情况，搁较困难，你也来带领我行出考验，用信心行出我的方向。所以我要常常你的应允，将一切人在你的手中，经历着搁较侪的恩典。就算是阮的面听，患难中，阮就来到你，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阮了解祈祷。平安甲喜乐，拢是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的心是平安。上帝的话语就是阮生命的意义。互阮若食，若健康；互阮若食，若归来；若食，若感恩。我是你，今仔日的敬拜，甲服侍，永无一切。献上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阿门。这时阵，是咱来献诗，感谢主。咱三个来同甲上帝。你在第出来祈祷，第32章。这日摩西对百姓讲：恁愿同做，我当会将伊交我遐，现在通甲恁祝福，现在通甲恁赎罪。摩西倒转到摇花遐讲：哎呀，这个百姓愿同做，为家己做。因为上帝，当你若在下面，你会做，由你对你的所写的册，来记我的名。然后我对摩西讲，什么人得罪我，我是对你有怨。当你以所列百姓，对我所甲你讲的所在。我的暑假会行伫你的头前，都到我难做的日，我会甲你做。以上我上帝所叫的，去了解咱的心，这时阵，时间来练习。
当利拿会，有哪意思？而且这是摩西的祈祷，提出来的第32章的第32节讲，当你若要下面的罪，若无咧，伫今仔日开始，咱拢总得有4个礼拜，要讲就是祈祷，徛伫半徛的所在。什么叫做祈祷？就是徛伫半徛的所在。祈祷也是咱甲上帝，咱对上帝的回应。圣经是咱甲上帝，即摆咱用祈祷来回应咱的主，所以这是足基本的当做一个对对主耶稣的人。所以今仔日是第一讲，希望通过这么实际，会当互咱超人祈祷，会当互咱超人祈祷，也愿圣神亲自做工对这个中间我感觉这个信息足歹讲，因为伊毋是用讲的，伊是爱用做的所以伫这个中间，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伫所有的信息的中间，确实伫这个内面来学习，要安怎成做一个祈祷的人，徛伫半徛的中间。你开始若咧成做一个祈祷的人，就是徛伫迄个需要的内面，徛伫迄个半徛的中间。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内底，就是讲到摩西，摩西伫去到山顶，到伫上帝来吩咐话，然后愈来到下面，来讲啥，愈来了后，伊出来伫第19章伫遐所有的百姓伫咧山骹，然后摩西就伫遐来讲耶和华上帝，我讲啥物款的话，然后遐个百姓伫遐就甲耶和华上帝立约，然后遐个百姓佫讲一句话，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当心伫遐回应讲，既然耶和华所讲的，阮拢要遵行。既然耶和华所讲的，阮拢要遵行。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伫迄个遐的时阵咧回应，然后摩西伊就搁一遍，去到山顶，然后伫迄个山顶的中间，咱看到摩西伫遐甲上帝面对面，然后约书亚伫下面伫遐咧等待，佫有70个长老伫遐饮食，伫厝的上帝面前伫遐饮食，伫迄个中间，因也伫遐甲上帝来立约，所以伫这个内面，咱看到讲上帝是甲伊的百姓来立约的，然后百姓伊也回应，迄个时阵就是10条解起来讲，应着安怎毋通安怎，伊讲好，耶和华上帝所讲的话，阮拢要遵行。尾后，摩西佫一遍去到山顶，即遍伊去到山顶的中间，伊遐有40日。伫迄个40日的中间，上帝就是伫迄所有的利用镜头是耶和华上帝将迄个规模，然后将来要安怎做，迄个每一个人做细然后佫有一个，佫有石碑，佫有一个石板伫迄个中间。摩西伫云顶40日，兄弟姊妹，40日久1个多月，所有的百姓伫山骹，然后阿伦甲后面因拢伫遐，迄个时阵要先啥物代志？因有我的代志对无？还佫会记无？遮百姓就开始伫遐讲，迄个摩西，迄个人，带阮出来就迄个人，安尼去山顶遐久？伊就甲阿伦讲，若是安尼，你着爱安怎？你爱甲阮做一个，爱这是做一个牛啊，然后讲，迄就是带阮出来的。兄弟姊妹，因哪会去做牛啊？就是因伫埃及的时阵，埃及人所敬拜的就是迄牛啊，所以伊迄个敬拜的就是要敬拜迄个看会到的。所以摩西已经40天伫山顶伊看袂到，所以看袂到的时阵，因
受着讲，耶和华上帝无甲阮做伙。咱伫即卖，耶和华上帝有甲咱做伙无？有啊，总是因伫迄个中间讲讲来，你来阮做一个即个上帝。所以阿伦就听即个过时的话，伫迄个中间做一只牛仔出来，用伊的鱼钩啦，用伊的手环啦，等遮的物件，伊嘛起来就做一只牛仔。伫诗篇，诗篇106篇的19至20，即个中间有写，我头来听，即家己的圣经伊讲因伫何烈山做即个牛仔用食草的来代替。因伫何烈山做牛仔，甲拜伊所住的上，安尼将因的油灯换做食草的牛仔上，袂得伫救因的上帝，捌行大的代志伫埃及个，行奇事伫含的地，行通行的事伫红海。咱伫即满伫诗篇106篇的中则讲。遮个以色列百姓伊伫何烈山伫遐咧做牛仔，然后排伫遐，用即个食草的牛仔上来代替上帝。代替即个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带因来出埃及的咯，带因来出埃及，然后是伫红海的中间带因来经过红海，拢袂去。遮尔通听有的代志，遮个百姓拢总袂去，然后40天。就袂记了，伫遐开始敬拜其他的。当摩西来时，伊足受气的，伊足受气的了后，伫迄个中间，耶和华上帝，伊后来讲你较紧落去，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因出来的，已经伫遐败坏咯。因已经足紧的，就偏离迄个路咯。偏离我来带伊的路，我翻入伊的路，因为着家己来做一只牛仔，我要甲伊大生气。然后伫遐甲摩西来警告讲你记落，结果摩西落来的时阵，伊足生气的，这规个意思咱拢知影，伊对只牛仔来讲话，然后来演做好，下水叫伊啉，然后伫迄个中间，然后马上就讲请对死，请对死。我实在足生气，我要来因安怎？来因灭掉，我要来因灭掉，然后就无因用你诚做大国。用啥物人诚做大国？用摩西来诚做大国呢？哇！这个时阵咱看摩西，伊伫遐安怎甲耶和华上帝来过？伊讲你为虾米对你的百姓伫遐来受气？耶和华啊，你啥事大受气你的百姓？耶和华上帝讲：你紧去，你的百姓。结果伊伫遮来讲，你是安怎为着你的百姓伫遐咧大生气咧？遮个百姓是你用大quyền力、大权力的手对埃及地带出来的。你啥事？互埃及人咧有话好通讲？你啥事咧？互埃及人有话好通讲？你来讲，你带因出来，然后是要害死因。要害死因伫即个山顶，要对地上来负个因。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摩西有智慧啊！上帝讲：遮个你带出来百姓，结果伊伫遐讲：主啊，遮个百姓是你下呢，是你带出来的啦。啊，你哪会互埃及人讲因所敬拜迄个上帝带出来是要来安怎？是要害伊，然后要来屠灭的。了后，伊讲求你纪念，求你回心转意，求你纪念你的老母阿伯拉罕、以色列，你目睭家己对因来手抓讲，我要互恁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闪烁。摩西伫遮用耶和华上帝对着因的列祖。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伊所讲的，我要互恁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
你就要维持伊，毋好啦，啊毋通互我真做大国，你爱互所有你所竞选的百姓，互因真做大国，因为这是你的心意啊。你早是毋是已经着甲阿伯讲过啊？讲祝福恁诶，你嘛要祝福伊，你要小事互伊啊，互伊真做大国。啊，其实话无顾量家己。照着上帝的心意，用智慧来祈祷的，这就是一个大祷者需要的条件。当咱要祈祷的时，当咱要想做一个大祷者的时，无顾量家己啊。摩西然后我上帝来讲，请个人拢过来啊，敢若互你的护会当留咧，伊讲毋好，伊无顾量家己，然后用智慧讲，上帝啊，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安怎？要互阿比拉罕以撒雅各，伊要互的隆中会当亲像天顶，会起汉的样子，由你带领，由你带领，唔通互埃及人安尼来看来笑。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看到无带领家己，无顾量家己，然后用上帝，用上帝伊的心意，用智慧来去。过来，伊伊过来时阵。受气了后，伊也对伊所领的迄个石板摩西伊就甲摔破。伊讲：汝若上耶和华的，拢来到我遮。伫迄个中间，伊人来到遐。伫迄个中间，咱看来到遐的时阵吼，伊安怎？伊讲吼，妈恁爱插落，然后清气。对遐的拜偶像的，伊来清气。所以因逐人就插倒啊，伫大腿内底，伫迄领中行来行去，对这个门当迄个门，逐人开始因的兄弟甲因的同伴因的厝因，利未人照摩西的话行，迄日百姓的中死的人约有3000人。然后摩西伫遐讲，恁显家己互耶和华，逐人攻击伊的囝、伊的兄弟，今仔日得着以恕互恁。伫这个中间，咱看到摩西，伊求了后，伊伫遐以后一个性别分别做成，就是讲遮个拜偶像的，然后恁来我做耶和华，既然上耶和华来拢来遮，伫迄个中间也有一个分别做成。伫迄个中间，利未人来照摩西所讲的，伫遐来伫遮行无好的代志，伫遐有一个分别做成。所以咱看到祈祷大祷的人要分别做成，因为只有分别做成，才会当听到伫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伫遐来大祷。所以迄个无圣洁的代志爱处理了，就是遐个犯罪拜偶像的，互掉百姓爱分别做成，就是自洁清洁家己。咱会家己讲分别做成，分别做成了后咧。了后开始，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讲：若要安尼，若毋是安尼，讲哎，这百姓，摩西讲，这百姓耶和华，这百姓犯重罪，犯了啥物重罪？因为着家己来做金的上帝，把你若要赦免因的罪，其实摩西讲这个话，伊毋知影上帝到底要赦免无，毋过伊。就是讲，主啊，你若去赦免因的罪，可能就赦免了了。总是我毋知你袂啊，若无我紧求你将你所写一切的顶面，就是迄个生命册的顶面，将我的名甲擦掉。求你对你所写一切擦去我的名。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主啊，求你赦免你的百姓，虽然因犯重罪，总是你若确实也阁毋煞你的受气，若无你互我的名对迄个生命册来除掉，安尼会检察互主你会当来代替，互我来代替，互我来代替遮的百姓，莫阁有这个生命，无阁伫这个生命册的顶面，咱弟兄们，即款的祈祷是听。甲承担，有一个老母甲我讲，伊的囝儿化病，好重病。这个老母伫上帝面前祈
祷公主啊，无你互我的性命安怎代替伊的性命？这就是一个大道者。兄弟姊妹，毋但是对咱的至亲啊，对伫咱所行的即个土地，咱的祈祷嘛是会当安尼啊。主啊，求你来赦免阮即块土地伫你的面前所犯的犯罪。然后求你将我的命夺来。兄弟姊妹，即款的祈祷，特别上帝就要伫迄个中间看见祈祷的人的听甲担当。上帝咧超做就是即款嘛，一个人就好，伫主的面前请做一个祈祷者。主啊，求你来领领阮。兄弟姊妹，马太福音第6章讲，你一切所需要的上帝拢知影对无？你要食啥物？你要穿啥物？你要啉啥物？上帝拢知影。咱的上帝，天的上帝安怎？伊拢带领，伊嘛顾念，伊嘛咧供给，总是主讲你爱大心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咱毋通本末倒置。咱你求遐的上帝一定互咱啊！上帝讲你需要食啥物，你需要用啥物，我拢知影，而且我要互你。结果咱伫主的面前，拢一直求即款的问题，讲主啊，求你甲我开启我头前的路，互我的工课会当顺遂，互我的身体会当健康，互我会当安全。主讲啥个我拢要互你。兄弟姊妹，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的生命中间有90%是为着这个地球所有咱的集体。这是啥物？这就是一个人的自私无在了做工。所有的人集中，然后伫这个中间做伙来向上帝，就要来成就。有90%是集体的，所以这个90%的集体的上帝的计划，咱若无伫这个中间来祈求的话，这个世界就会走转。我毋知你感觉这个世界是毋是伫这个特殊的内底？毋是嘛？敢毋是咧？伫初代教会，就一直伫这个混乱的中间；伫初代教会，就一直伫迄个淫乱甲变化的中间。到咱这个时代，有愈严重哦，我感觉有愈严重。毋若愈严重，迄个节奏、迄个步调阁愈紧。你抑阁无想好要安怎面对的是另外一步又过来。这是这个世界所要规定，总是伫天地上帝伊的心意是安怎？咱确实嘛，拢伫迄10%，就是咱每一个人家己所需要的尔。我所拄着的艰苦，咱无代求。其实咱的艰苦，咱嘛互相代求的话，伫这个中间带来上帝伊的临在来为着咱来代求。所以兄弟姊妹，代求。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祈祷，义人的祈祷叫做啥物款的祈祷？就是看到上帝的心意的祈祷，就是知影讲这个人需要安怎祈祷。义人的祈祷就是新的带领讲，你毋着安怎彼此相听，毋是我听我家己，我需要的主啊，你拢互我，拢无办法。等到我会当无顾着我家己讲主啊。伊需要，伊艰苦，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伊是我的属灵的厝内面的人，我拢诚做一体。兄弟姊妹，若是即款的祈祷，就要带来90%的成就，然后你20%你所需要的，上帝伫迄个中间就拍开天顶的窗落来。因为当咱会晓为着人来祈祷的时阵，迄个代求。最互咱真正期待，安尼知影吗？若毋是坐义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靠主耶稣祈祷，主袂听，因为诗篇讲，义人的根基若毁坏，还能做什么呢？义人的根基，若是你要朽烂去，咱阁会当做啥物？咱若自称咱是义人，结果咱来到上
叫做伊人。我感觉今仔日这个工作无好讲，总是当我就是我的心情已经平静，包括我坐伫遐，我一直流目屎，因为我想到足侪兄弟姊妹的家庭，其实是有足侪讲袂出来的艰苦，敢毋是？迄个艰苦有当时是久久长长的，10多年、20年、30年、40年。你已经看这个艰苦安怎？已经看伊诚做理所当然啊！上帝无安尼感觉。我头拄仔一直咧想讲，信神求你，互我毋通讲袂出话来。我是安怎伫迄个时阵会流目屎？上帝咧流目屎。伊讲你毋通看遮个代志当作理所当然啊！像咱讲红粉生牛都拄着啊，毋是啊，上帝的眼中。无迄落拄着啊，无要安怎？伫上帝的眼中是讲，伫你无有恶情的事，但是因为伫上帝无有恶情的事，咱需要有疼甲承担，有疼互相的疼，愿意互相来担，互相来担，迄个担就袂较重。伫迄个中间用疼甲承担来祈祷，就互咱兄弟姊妹。伫迄个担就诚做轻，过来，咱付出代价的祈祷，而且付出代价的祈祷也是一个中国的祈祷，就是一个祭司的祈祷，就是一个祭坛的祈祷。咱拢知影，咱是万民皆祭司。若是安尼，我诚做一个祭司，我诚做一个中国的祈祷，一个退俗的祈祷，就是亲像摩西的祈祷，讲主啊，求你来赦免。求你来写咧，若无，互我的名莫伫生命册顶面。兄弟姊妹，即款的祈祷是毋是亲像耶稣的祈祷？耶稣伫十字架顶讲：主啊，求你赦免人民遮的人，因为因做的因毋知影，因为因做的因毋知影，因做啥物？因犯罪，因做的互咱所徛起的即个所在安怎拍烂死。所以兄弟姊妹，啥物叫做用好的祈祷？愿意来到面前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阮做阮家己毋知影，阮拍垃圾是阮啊，莫叫着因啊。只有耶稣会当讲因啊，因为耶稣是用无罪来代替有罪。总是咱有罪人，咱就愿意当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赦免阮。赦免阮伫即块土地，伫遐拜偶像，主啊，赦免阮伫遐一直咧，伫遐一直说绕境。毋若是安尼，佮对即个城市到迄个城市伫遐咧来结连，主啊，求你赦免阮，赦免阮伫即个拜偶像的中间，阮的心拢已经无感觉去啊，伫迄个中间来分担。兄弟姊妹，放下生命，付出代价的祈祷。求主怜悯咱，怜悯咱。我的乡亲，我的土地，若无得到清气，主啊，阮要安怎继续伫即个土地来活落去呢？主啊，求你来结清。若无，互阮的生命会当换来，互阮的后代会当伫上帝的旨意内底好。兄弟姊妹，咱敢会使做一款的祈祷？上帝的律嘛，有人会当做一款的祈祷。最后来看上帝的宣告。上帝看到摩西安尼祈祷了后，上帝伊甲耶和华上帝甲摩西亲像面对面，亲像好朋友的讲话共款。伫迄个中间，耶和华上帝又宣告讲：耶和华，伊是有怜悯的，对无？这就是出埃及记的34章。第60，伊遐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为着千万人，伊存慈爱，赦免罪过、过失甲罪恶。兄弟姊妹，当咱愿意亲像摩西来到主的面前，伫遐一切，伫遐用付出生命一款的代价的祈祷。
伫遐用上帝伊的旨意，甲上帝面对面，伫遐咧亲密的祈祷的时，咱上帝讲，我是有灵敏、有稳定的上帝，我无快快生气，我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要为着千万人来存慈爱，赦免罪过、过失甲罪恶。咱会当为着咱即个土地来祈祷，求主你赦免阮即个土地的罪恶，求主你赦免阮即个土地所有一切的过失。兄弟姊妹，所有咱所拄着遮的一切的艰难困苦，有一部分是因为伫罪恶的中间所致死的。这个罪恶毋是单单你的罪恶，是这个地上所有一切的罪恶。所以咱知影哦，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对啊，所以啊，你姊妹伫这个属灵的原则的顶面，咱爱知影，这个社会即摆，逐工差不多拢有车祸的，逐工差不多拢有咧食手机，弄着，人就弄死。伫迄个中间，咱毋通来讲，哇，佫发生一个佫发生一个哪会拢要啉酒啊？我就大家讲，迄所流的血。迄个冤枉会被认清，伊就伫遐喊话。若是安尼，咱要安怎做？咱每一摆都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怜悯我，赦免我。咱毋是像一般的宗教信仰，讲去迄个所在啊嘛，去遐烧金，去遐拜拜，去遐牵轮。但是咱有缘爱做啊，咱毋是干那用一个旁观者，毋是用一个看电视，就发生啊，这个社会哪会大？我家己会当好就好，安尼我的囡仔咧顾较好咧，我后摆这囡仔爱注意安全嘛，毋通安怎，无啦，这是咱规个国家的代志。咱毋通来过迄个大门之争，大门之刚才，上帝爱咱来到伊的面前。伫迄个半听的所在，来求救伊，讲主啊，你是有灵敏、有慈悲、有疼人的，主啊，求你来怜悯啊！阮厝内面人，兄弟姊妹，咱的兄弟姊妹会家己，就侪人有恶当当的，阮厝内面人，你会当咧祈祷哦，迄是阮厝内面人的，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怜悯，阮的姊妹。求你来怜悯阮的社会，求你来怜悯阮的社会即款的现象。主啊，求你来怜悯，阮需要你。兄弟姊妹，台湾的基督徒有几个人？6%，6%是较乐观的算法，总是伫咱中华关的8%。可能是1%无够，若是安尼伫鹿港的，我毋知，可能无够1%。总是上帝因为无够1%无听吗？伊讲只要一个，你肯请做一个吗？你肯请做一个吗？请做迄一个就好啊，徛伫看徛的所在，你只要徛伫遐。主啊，因为你伫遐祈祷，你毋是瓦克你的道，嘛毋是瓦克你外人祈祷。上界底的祈祷就是伊个祈祷，伊讲啥物？主啊，安怎？听话，对无？兄弟姊妹，你会当体会到即款拄着艰难困苦的家庭，迄款的主啊求我的喊话的声哦。开始你的主啊求我，迄个我就是伊，喊做主啊求我。你想上帝要听吗？上帝的较要听。伊诗篇106篇，咱就拄仔所看的，诗篇106篇到23节写，所以伊讲要灭无因，若毋是有伊所敬的摩西当决定的时，徛伊的面前。第23节，第19节到22节，咱讲迄个时阵，以色列百姓咱头
是有上帝所拣选的模式，徛伫迄个中间。咱的姊妹徛伫迄个中间，伊原文的意思是啥物？就是徛伫迄个破徛的所在。伊看到迄个破徛，看到规个信仰内底，以色列人的信仰有一个破徛的所在，伊就徛伫遐，伫遐来祈祷。所以咱对头到尾，咱来看迄个要诚做大哥者，诚做一个祈祷伫上帝的面前，诚做祈祷的人，伊有啥物款的特质？无带量家己，无带量家己。其实你看伊无带量家己，伊有死无？无啦。所以我感觉这个无带量家己的祈祷吼，真正是诚做是大哥者所需要，就是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写给我。若无吼，我袂活；若无你，我袂活。天顶地下，无有别个名，互我通拯救，互我通挂靠，会当来去袂拯救。这个若拢无去，规个这个世界若败坏，我哪会当活呢？所以无带量家己，过来就是照上帝的心意，用智慧来去。主啊，你毋是怜悯的上帝，你讲你有怜悯有慈悲，你的怜悯慈悲到千千万万，你的受气来到一个比较紧，有主有带领，有带领你的慈悲怜悯来治愈我，这个拢是你的类型。过来就是坚守圣洁，还有一个圣洁，是伫罪恶的中间，若是伫罪恶的中间，无在了徛了，绝对爱分别做圣，分别做圣，分别做圣，咱歹倒会当我倒家己分别做圣，你安怎分别做圣？毋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嘛？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咱伫姊妹，所以安尼对头到尾讲起来，祈祷有困难无？无困难，是你的心思意念来改变。你愿意吗？你愿意安尼来祈祷吗？你愿意互上帝的意思充满你吗？你愿意为着咱所看到这个需要来祈祷吗？有疼，爱有疼较承担嘛，毋是干那我顾好我家己啊。主啊，毋是干那我有这个需要，我看足侪人嘛，做这个需要，这拢是阮的同胞啦，阮的乡亲啦。主啊，侪人伫病痛的中间，但上帝你来怜悯，你来医治，付出代价，每一天伫主的面前，有一个大哥者，有一个大哥者，伊定定跪伫上帝的面前咧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迄个大哥的人，伊到尾后，伊过生日的时阵吼，有个人讲伊的骹骨吼是亲像什么呢？伊的骹头骨啦，亲像骆驼共款啦，因为一直跪咧，所以伊的骹头骨吼，就迄个生肉就较重啦。啊，尾后，伊到尾后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因为伊定定伫主的面前祈祷吼，迄个心会迫切。总是我感觉伊是在做认真的吼，这个大哥者，毋是好威尔另外一个大哥者吼，啊，伊一看定定伫主的面前。心里的面对面，大哥在伊的改变世界。所以我讲迄个豪威尔，伊嘛是一个大哥者，伊的祈祷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所以咱若无伫这个内面，伫遐咧来看吼，咱拢毋知影。其实咱会过着来中间，因为大哥者是啥物啊？兄弟姊妹，嘛咱借着这6点，无带也家己。照上帝的意思来祈祷，有疼，有承担，愿意付出代价，愿意甲主面对面迄款的亲密，上帝要较要帮伊的确要互咱所大的这个所在，有咱的国家这个状况，有阿免吗？阿免。啊，嘛，这是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你想一个咧大哥的代志，包括咱的主播吼，做一个大哥的代志，你想一个大哥的代志，咱伫主的面前，咱三个来大哥，将你所想的迄个代志，也是迄个人，带来到上帝的面前，由主来操练你，成做一个大哥者。
本是会晓记得，总是信心，求主用宝贝出来土地来为阮祈祷。主啊，阮原本是会晓记得，阮为着甲伊已经足操烦，总是主耶稣你讲，竟然着我过慢慢的来到我的面前，你是要互阮得到安慰。主啊，阮就来到你的面前，将阮家己本身的慢慢放落去着安慰。总是主你也互阮会当三角看到天父上帝你的心意。主耶稣你的祈祷，就是为着这个世情来祈祷。主啊，阮有一个亲爱的，阮有一个阮的同胞，阮有一个伫阮这个国家内底所发生的代志。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悯阮，求主你赦免阮，求主你的旨意会当去行伫这个中间。主啊，无搁互阮继续伫罪恶的内面，无搁互黑暗的款式搭伫阮的面面。主你为阮杀毁所有黑暗的款式，互阮也立志要伫你的面前。主，阮要为着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为着阮的生命，你所互阮的使命，我要勇敢徛伫迄个看徛的所在。主啊，我毋是单单为着咧祈祷人的病得到医好啦，我是咧祈祷人的生命得到医好，人的生命来转化，互这个土地诚侪认得上帝你的旨意的。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我原本是青年，不是我青年去带青年。主啊，求你来赦免我，我是罪恶的人，家己个唔知，赦免我做就是罪孽，无带领我的罪。主耶稣来赦免我的罪，互我因为我靠主耶稣，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恩惠，就要诚侪我一时每一个人只可以帮助，互阮的祈祷浩到天地，互阮的祈祷诚侪上帝你所欢喜的，互阮的祈祷诚侪澎湃的赞，互阮的祈祷我可信心诚侪对着见效的。主啊，我感谢你，使用我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做大道的勇士。安尼，伫你的面前，恳求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很大的和谐，我祝他使用咱们去改变东西。
今仔的经句，第三题出爱记记33章19节，咱用台语和日文来慢慢摆。伊讲，我要互我一切尊贵，因为你的面前也宣布也我的名，伫你的面前，我要施温伫我所施温的，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伊讲，我要互我一切尊贵，因为你的面前也宣布也我的名，伫你的面前，我要施温伫我所施温的。我要怜悯我所怜悯的。好，原来会当时上少量上帝的教示。下次后礼拜有事方的，请咱家己来看。后礼拜的永明年伫2020年多中华60天咱园方咧举办爱育培养家第一家子请大家也有回顾的照片。都会当来交互咱的陈牧师陈牧师一定要用咱内岛的部分，请咱由外面着咱路旁的附近，甲转化来内岛，由厝来参观伫个路旁的所在。第二请咱为着同行教会、圣乐班教会、灵王甲宣告内岛较好个。咱看身体欠安的兄弟。晋升省略了渊源、维国、曼丽、郡源、丽香、敏凤、桂花、锦堂、德贤聪明下为着咱在哪些来的因为你的祈祷真正你也有来，你的领祷告上帝会特别伊特别个照顾因为就是大家人两人同心合意祷告嘛上帝一定会听。所以你厝内两个人做伙同心来祈祷，上帝一定会听两三个人会当聚齐，奉主的名组织上帝就会他们做伙祈祷。所以咱来发一个将以后的一个保障大家无分，请咱家己来看对，来跟咱后边会跟技术来见证以上。我以上补充比这礼拜的拜啦。开始是灵性培育课程展品给新行的太太有机会大家大家也有庆祝啦高旗是高庆如节萧庆如这里面有去要参加的人参加嘛有订正一寡资料需要订正有高级高500有人就今仔日就放来分享